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一名骨科医师，今年已经75岁了。在我行医超过50年的岁月里，我看过太多病人因为髋关节退化、脊椎问题而失去行动能力。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过了60岁之后，髋关节退化的速度会突然加快。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临床上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情况。你知道吗？60岁以后，跌倒的风险会增加3到5倍，而髋部疼痛正是导致许多长辈失去自主行走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门诊里见过太多阿公阿妈，原本好好的，就是因为髋关节痛，后来不敢走路，最后连买菜、接送孙子都做不到。这种失去自由的感觉真的很令人心痛。更严重的是，当髋关节开始退化，连带住腰椎、膝盖都会受到影响。很多人以为这是自然老化，没办法改变，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看完这支影片，你可能会错过5个正在帮助全台湾成千上万位叔叔阿姨远离髋关节退化和跌倒风险的关键动作。这些动作每天都在默默地保护住他们的行动力。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也想知道你是不是正在收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如果没有就打0。我要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5个动作都很轻松，任何人都做得到。你不需要去健身房，也不需要特别的器材，只要在客厅铺一条瑜伽垫或毛巾就可以开始。我会用最简单、最温和的方式带住你做，让你的髋关节重新找回灵活度，让你的腰椎得到真正的放松。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为什么这5个动作这么重要。我们的髋关节周围其实有很多小肌肉，这些肌肉的工作就是稳定我们的骨盆，保护我们的腰椎。但是随着年纪增长，加上我们习惯久坐少动，这些小肌肉就会慢慢睡着，失去它们原本的功能。当这些肌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脊椎之间的连结也会变弱。你可以想象一下，原本应该有一条很顺畅的讯息传递通道，现在却变得断断续续。结果就是你的髋关节变得僵硬，腰部开始疼痛，走路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小，然后就更容易跌倒。这个过程是很安静的，你不会突然感觉到什么，但它每天都在发生。很多叔叔阿姨来找我的时候都说：医师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慢慢觉得腰酸，髋部紧紧的，走路也没力。这就是肌肉、关节、神经3个系统慢慢失去平衡的结果。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只要用对方法，做对动作，这3个系统是可以重新醒过来的。就像电脑当机之后重新开机一样，我们的身体也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只要你愿意每天花几分钟，用正确的方式活动髋关节和腰椎，神经、肌肉、关节就会重新连接起来，恢复它们应有的功能。这不是奇迹，而是人体本来就有的能力，只是需要你用对的方法去唤醒它。第一个动作叫做骨盆倾斜运动，英文叫 pelvic tilt。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它的效果非常强大。让我先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当你的髋关节掌时间固定在同一个姿势，尤其是坐在矮凳子上看电视或者弯腰做家事的时候，你的腰椎第4节和第5节，也就是我们说的 L4 到 L5 这个位置，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会开始疼痛，而且是那种很难好的慢性酸痛。我在门诊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因为长期姿势不良，导致腰椎卡住，
痛了好几年都好不了。那么骨盆倾斜运动就像是帮你的脊椎按下重新启动的按钮。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活化3组很重要的肌肉，第一个是深层腹肌，第二个是竖脊肌，第三个是骨盆底的小肌肉群。这3组肌肉一旦被唤醒，你的腰椎压力就会立刻减轻，疼痛也会慢慢改善。我记得有一位病人叫陈阿弟，他今年68岁，腰痛了整整15年。他试过很多方法，吃药、推拿、针灸都做过，但效果都不持久。后来我教他做骨盆倾斜运动，每天早晚各做5分钟。2个礼拜之后，他跟我说：“医师，我的腰真的比较不痛了，睡觉也比较好翻身。”这就是这个动作的力量。现在我来教你怎么做。首先，你要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脚弯曲，脚掌平放在地上，双手轻轻放在肚子上。接下来慢慢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用你的腹部力量轻轻把下背部压向地面，让你的骨盆稍微向上卷，你会感觉到下背和地面之间的空隙变小了，这就对了。保持这个姿势3到5秒，然后放松，回到原来的位置，重复做8到10次就可以了。记住，这个动作不需要用力，是很温和的。我常常用一个比喻，你的骨盆就像家里大门的铰链，当铰链运作顺畅的时候，整扇门就能轻松开关。只要这个小小的动作做对了，你的腰椎压力就能减少10%到20%，这已经非常有帮助了。第二个动作叫做臀桥运动，英文是 glute bridge。这个动作是专门用来唤醒你的臀部肌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屁股。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臀部肌肉跟髋关节、腰椎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在台湾，很多长辈每天搭捷运、爬楼梯，看起来很有活动量，但其实臀部肌肉却没有好好被使用。久而久之，臀部肌肉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这时候走路、爬楼梯的力量就会转移到大腿和腰部，结果就是腿很容易酸，腰也容易驼背。根据研究显示，超过70%的65岁以上长者都有臀部肌肉关机的现象。为什么臀部肌肉这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走路时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当臀部肌肉够强壮的时候，髋关节就会更稳定，腰椎的负担也会减轻。你可以把臀部想象成汽车的引擎，引擎有力，车子才能跑得顺，跑得稳。如果引擎没力，其他零件就要更辛苦的工作，最后就容易坏掉。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病人叫王伯伯，他今年72岁，以前每天都会走路去传统市场买菜，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走一段路之后，髋部就会很痛，甚至痛到不敢再出门。我帮他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臀部肌肉几乎没有在工作，所有的压力都落在髋关节和腰椎上。后来我教他做臀桥运动，每天早晚各做1次。1个月之后，他不但可以走到市场，甚至还能爬楼梯，他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现在来教你怎么做臀桥运动。一样，先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脚弯曲，脚掌踩稳地面，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接下来慢慢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用臀部的力量把髋部抬起来，让你的身体从肩膀到膝盖形成一条直线。记住，要一节一节的抬起你的脊椎，不要一次整个抬起来。在最高点的时候，夹紧你的臀部，停留3到5秒，然后慢慢放下来，重复做10到12次。如果你的腿比较没力，可以先从比较低的高度开始，不用抬太高。重点是要感觉到臀部肌肉在用力，每一次抬起髋部，你都是在重新唤醒你的行动自信。第3个动作叫做
单膝抱胸运动，英文是 single knee to chest。这个动作是专门用来舒缓下背部压力的，特别适合那些早上起床会感到腰部僵硬或是有坐骨神经痛的朋友。让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髋部屈肌，也就是大腿前侧连接到骨盆的那条肌肉，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的时候，它会往下拉扯骨盆，同时压迫到腰椎第5节和肩椎第1节之间的神经，也就是我们说的 L5 到 S1 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的神经一旦被压迫，疼痛就会从腰部一路延伸到大腿、小腿，甚至到脚底。这就是典型的坐骨神经痛。很多人第一次感觉到这种痛，都是在早上睡醒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感到腰部一阵刺痛，甚至痛到没办法马上起床。如果你有这种经验，那就要特别注意了，这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讯，告诉你髋部和腰椎已经承受太多压力。但好消息是，单膝抱胸运动是一个非常温和却又非常有效的动作，它可以帮助你放松髋部屈肌，同时减轻 L5 到 S1 这个位置的压力。很多病人跟我说，这个动作是最温柔但最有力量的舒缓方式。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首先，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脚伸直，接下来慢慢把你的右膝盖往胸口方向抬起，用双手抱住膝盖，轻轻往胸口的方向拉。记住，不要用力拉，只要感觉到下背部有一点点拉伸的感觉就可以了。在这各姿势停留20到30秒，配合深呼吸。每一次深呼吸，你的身体就会自动放松一点，肌肉的紧绷感也会慢慢减少。做完右脚之后，换左脚。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如果你觉得单脚做起来还是有点吃力，也可以把另一只脚微微弯曲，这样会更轻松一点。这个动作有3个很重要的好处。第一，它可以减轻坐骨神经的压力；第二，它可以帮助你晚上睡得更好；第三，它可以减少早上起床时的僵硬感。我常常跟病人说，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你的身体在为自己解锁紧绷，只要你愿意每天做，效果真的会让你很惊讶。第4个动作叫做梨状肌伸展，英文是 piriformis stretch。这个动作是针对一条很小但非常重要的肌肉。这条肌肉叫做梨状肌，它位于臀部深层，大概只有大拇指那么粗。但如果它紧绷或痉挛，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引起从髋部一路延伸到脚的疼痛。你可能不知道，当这条小肌肉出问题的时候，长辈跌倒的风险会增加40%。为什么？因为梨状肌一旦紧绷，就会影响你的步态，让你走路变得不稳，重心容易偏移，自然就更容易失去平衡。我在门诊看过太多因为梨状肌问题而反复跌倒的案例，真的非常可惜。这种疼痛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你会觉得臀部深处有一个点特别痛，而且这个痛会沿着大腿后侧一路往下延伸到小腿。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腰椎的问题，但其实只是梨状肌太紧而已。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久坐，特别是坐在硬椅子上打麻将、看电视，臀部长时间，受压，梨状肌就会越来越紧。好消息是，只要用对方法伸展梨状肌，20到30秒就能明显感觉到压力被释放。我有一位病人叫陈阿弟，他今年65岁，很喜欢下厨，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站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右脚会慢慢失去感觉，麻麻的，很不舒服。我帮他检查之后，发现是梨状肌太紧，压迫到神经。后来我教他每天晚上睡前做梨状肌伸展，不到2个礼拜，他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现在他可以开心的在厨房忙一整天都没问题。现在教你怎么做，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躺着做，
第二种是坐在椅子上做，我建议长辈用坐着的方式比较安全。首先，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把你的右脚踝放在左边膝盖上，形成一个数字4的形状。接下来，身体慢慢往前倾，你会感觉到右边臀部深处有一股拉伸的感觉，这就对了。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配合深呼吸，然后慢慢回到原位，换边再做一次。记住，不要勉强自己，只要感觉到有拉伸就好，不需要痛。这个动作虽然简单，但它能有效解放被压迫的神经，让你重新找回腿部的轻松感。第5个动作叫做大腿后侧肌群伸展，英文是 hamstring stretch， 这是最后一个动作，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因为它可以帮你重新调悟整整的后侧链。什么是后侧链？简单来说，就是从你的小腿、大腿后侧、臀部，一直到下背部的这一整条肌肉和筋膜。这条链如果太紧，就会往下拉扯你的骨盆，让你的腰椎被迫往前弯曲，结果就是走路步伐变小，容易绊到脚，而且腰部会越来越痛。根据统计，超过60%的60岁以上长者都以胃大腿后侧紧绷，是因胃老化没办法改变。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原因是缺乏适当的活动和伸展。当你长时间坐着，很少走动的时候，大腿后侧的肌肉就会慢慢缩短，变得又紧又硬。我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在台北，很多地方都是上坡、下坡，或者要走很长的路，像是逛夜市、爬象山。如果你的大腿后侧肌肉太紧，走一小段路就会觉得很累，甚至腰部也会开始酸痛。这不是因为你体力不好，而是因为肌肉被锁住了，没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但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伸展大腿后侧，你会发现走路的步伐变大了，腰背变直了，髋部也比较不痛了，整个人的活动力都会提升一个层次。现在教你怎么做，有2种方式，一种是躺着做，一种是坐着做。你可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如果选择躺着做，就平躺在瑜伽垫上，把右脚伸直抬高，用双手抱住大腿后侧或小腿，轻轻往身体方向拉。记住，脚要尽量保持伸直，但膝盖可以微微弯曲，不用勉强。保持这个姿势30秒，然后换另一只脚。如果选择坐着做，就坐在地上，双脚往前伸直，然后身体慢慢往前弯，手尽量往脚的方向伸。重点不是要摸到脚尖，而是要感觉到大腿后侧有拉伸的感觉。很多人会逼自己一定要碰到脚尖，结果反而拉伤。我要特别强调，不需要碰到脚尖，只要你的身体感觉舒服，有拉伸感就够了。当你的后侧链打开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都变轻松了，走路更稳，腰也更直，生活品质真的会提升很多。现在我要给你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这5个动作我都教给你了，但如果做得不正确，或者做得不规律，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让髋部更不舒服。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请你好好记住。第一个重点是不要做得太急、太用力。很多叔叔阿姨很认真，一开始就拼命做，结果隔天全身酸痛。记住，这些动作是要唤醒你的肌肉，不是要操坏它。温柔一点，慢慢来，效果反而更好。第2个重点是要规律地做。如果你今天做，明天不做，那肌肉就没办法真正被活化。我建议你早上做2个动作，晚上再做2个动作，每次大概6到8分钟就够了，不用花太多时间，但一定要每天做。我行医这么多年，看过成千上万的病人，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那些愿意每天坚持做的人，最后一定会看到效果，
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幸运，而是因为身体需要时间来修复和适应。就像种一棵树，你要每天浇水，它才会慢慢长大。不能期待今天种，明天就开花。髋部疼痛这件事，它带走的不只是身体的舒适，更是你的自由。当你开始害怕爬楼梯，害怕跌倒，不敢抱孙子，不敢出远门的时候，你失去的其实是生活的主动权。我看过太多长辈因为髋部和腰椎的问题，慢慢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门，不敢社交，整个人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但我今天要很肯定地告诉你，运动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运动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80岁，你都有能力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只要方法对，愿意坚持，你的髋关节可以重新找回灵活度，你的腰椎可以重新找回力量，你的双脚可以重新带住你走更远的路。这5个动作就是你重新找回行动自由的钥匙。我希望你把这支影片收藏起来，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让更多人知道这些简单却有效的方法。每天花几分钟照顾自己的髋部和腰椎，你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存健康，让自己可以健康地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记住，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有潜力，只要你愿意给它机会。从今天开始，每天做这5个动作，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谢谢你看到最后，祝福你健康平安，我们下次见。